讲，其实是耶稣他已经要完成他人生的目的，他活着的目的是要上十字架，所以最后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以及相信他的信徒说：我以后还会再来，上帝的国不是现在就来。那所以他做了这个比喻，但我们今天焦点要放在他托付的给他的这一些举的这个例子，他拿了叫10个仆人来，有10锭，所以发下去，每一个人有几锭？几锭银子？1锭嘛，也就是每一个的人得到的都是怎样一样的多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预指的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上帝国降临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，神要跟我们算账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活着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神是真的要跟我们算账的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，一定。你说传道怎么可能？有的人长得胖瘦，有的人家里有钱没钱，有的人有才能，有的人没才能，哪里有一样？有一样。非常公平的，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你说对不对？因为有的人觉得不平等，但有一个真的平等，那叫什么？每一个人有一生，每一个人有一死，是吗？对吧？今天不管有钱没钱，好人坏人，都有一生跟一死。那么你会说传道那长短呢？传道不入。那个主耶稣跟你面对面的时候，他不会是假的平等，他是真的公义，他要跟你算账。怎么算呢？今天就要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来的时候，他一定赚了几锭？10倍。第二个来一定赚多少？5倍。第三个一定怎样？他都没有赚，他害怕怎样？害怕损失，他就把它藏起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很多的借口啦。反正我的日子就活在当下就好了。传道，你不是说就放下吗？就当下啊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因为神既然让你活着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活着，神有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只有你能完成的。那么就你愿不愿意去完成？有一个阿生。他的化学科期中考考得很差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刚刚考完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可能有些人还没考完，还没考完的举手。那你还有机会，好，请放下来。他呢，期中考很差，所以期末考怎样？考100都没糊啦，你了解不？就是很差的很差，100都没有用。但是他希望怎样？这个教授可以手下留情，资财怎样？期末考成绩。接下来他没有，就只有祷告，就临时报圣经而已，没有，他还要报书，他好好的认真。那他在连续几个认真的晚上，他居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？自己坐在化学的教室里，朦胧中有一个人走过来，而且莫名其妙的到了黑板前面做什么？开始写题目。写完题目，我们考试之前最想要怎样？老师猜题嘛，这个一定会考。那你会不会读？一定会考，你会不会读？真的会。我告诉你，都不一定。圣经都告诉你怎样。我这个一定要来跟你算账，你有没有按照圣经教导的？是吧？你知道吗？他看到那些题目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在梦中他还看见这一个人开始解化学题目。等到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想说：“是真的假的？”他赶快，如果这个时候你们会做什么事？会赶快把它抄下来，举手。只有2个、3个、4个有救，5个，其他的可能真的没有救了。6个，是用手机拍。手机拍那抱歉，那个他做梦的时候，他要重新做一次，然后复梦，再把它拆下来没有，他赶快拿纸来，他怕忘记，赶快把问题跟答案都写下来。其实他怎样，把它当作是练习。可是等到他到了考场的时候，一拿到考卷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？4个字：
什么？一模一样。这个时候，答案有没有记下来就很重要哈。题目一模一样不重要哈，因为你没有解答，你没有用。他真的把那些早上写的赶快写，指考的要注意哈，指考不要在那边讲话哈，指考的啊，指考的，指考要注意啊，指考的上帝要给你题目跟答案啊，你要记得要赶快把它写下来。你说陈导，你讲那个是天方夜谭，不，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阿生是谁？阿生是真的人，而且他现在还活着。在5月3号，美国宣布他要争取共和党提名，叫做什么？Ben Carson， 在美国很有名的黑人，第一个天才医生。黑人，我没有不尊重他的意思，而是他有特别的经历。他因着这个考试，他翻转，因为他原来跟神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他在那个穷苦当中。可是他在那个失败里，一次又一次经历神。他因为这个考试，他经历神真的很爱他，他知道他要全力以赴，他一定要往着神要给他的去，他要去迈进。因为他那一次考试考几分？猜猜看。减3好吗？没有100。大学里面耶鲁大学还考100分，哇，那97分就够厉害了。这一次考试很重要，因为他要成为医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他的一生里面，他开始回应神。他33岁，他就开始专心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脑部这个神经外科的医生。所以他创了很多的创举。传道为什么要讲他的？因为他是一个辛苦的人。怎么辛苦？你会说他就是医生，所以他有办法发挥。不，他的妈妈，他是非常辛苦哦。你知道他的妈妈几岁生他吗？结婚？几？10几？16？谁说的？还太晚了。几岁？谁说的？你有看过他的传记吗？13是国中几年级？7年级。但你们不要现在跑去结婚哈。他13岁就结婚，结果你就知道很怎样，咚，遇人不淑啊。13岁结婚，到他8岁的时候，所以等于是几岁？21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就遗弃他们就走了。他跟他哥哥就是他妈妈抚养。他妈妈没有读什么书啊，国小5年级读到国小5年级了。这日子好过吗？他只因着一生有好好的过，因为他的妈妈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帮助他，他拒绝所有的社会人，就是社会福利机构的帮助，所以他妈妈要工作2到3个工作，才能支持他的2个孩子。你以为这个 Ben Carson 就是一直乖乖的孩子吗？错了，他脾气坏到什么程度？这个万军，这个你惹了他，你知道他马上做什么事吗？刀子拿出来，就刺下去了。刺下去以后发生什么事？吓坏了，因为他刀子刺下去以后，他的刀子居然怎样？断掉手把，像这样。他刺下去以后，他尖尖的这个利刃居然这样，因为太用力就飞走了。因为他刺到哪里？刺到他邻居同学的皮带的那个铁片。那一次他真的吓到，我怎么脾气坏到把自己怎样陷入在那个犯罪罪恶当中？所以他持续祷告上帝，因为他就是一路被看不起，成绩不好不说，还是黑人，又是穷，他妈妈是
3个人家庭的佣人。但是主耶稣让他经历一次又一次，特别是大学的这一次，因为他一辈子他想当医生。好，传道要讲的是说，虽然 Benson 这个 Carson 他自己失败，可是神怜悯他，用神迹奇事来成全他。那一次他醒过来，于是他一辈子他想跟随神。后来他当医生以后，他很多的开刀都是神启示他生活上的知识，甚至于最后那个很关键的就是连体婴，就是神启示他，让他去愿意去冒险去开刀而成功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传道要说的是，我们一人一生有一生跟一死，我们没有等不到的未来，因为主必会再来，主必会再来。所以我们在一人一生一死当中，我们要尽心尽力。神给你什么机会，神给你的环境，你只要尽心尽力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是我的主，我是仆人。主，我愿意你来掌管我，我尽心，我成为你的仆人。但是我要是忠心的仆人，那个一定，你给我的环境，我去活出10倍，还是活出5倍，没关系。你纵使活出1倍，或者是赔钱，神都不在意。神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忠心，你是不是恶劣，你只是自己不想好好活，永远只想活在当下，就是在那边拖。对不起，神要说，我给你的都是一样。一个生一个死，长短你不用管，你管你有没有尽心尽力，你有没有愿意靠着神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没有用不到的经验，这个经验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卡神一样，那个阿生他一辈子所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他只一件事，说我们要为神来交账。我在跟神面对面交账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说，主啊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。我虽然脾气不好，你如果看他自传，你就知道，有拍成电影。好，你们可以去看这个电影。这个英文哦，好难念哦。那个不要笑我英文不好哈。Handed， Handed， 好，然后下一个是什么 ？Hand， 对不对 ？Gift 啊 ，Gifted， 那 hand。HAND 这样，英文这么烂都可以双硕士，你就知道你很有盼望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没有用不到的经历，他这里面想很多，甚至于他拿刀去杀人，神都让他经历拯救他。所以我们没有用不到经历，因为这个经历到最后，他帮助了很多人，因为人家都说。Carson 都可以，我有什么不可以 ？Carson 到现在为什么变成美国的这个候选人、提名人？因为他看到许多的人在那个罪恶，许多人在那个痛苦当中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记起来？你上网查，你就会查到他的自传，甚至他出一本书，63岁了，在他的经历里，我再次被激励，没有什么经历是用不到，因为神在我们交账的时候，他要看我们经历了什么。虽然人看为觉得你是失败，没有关系，神看为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尽心力尽力才是重要。没有不可能的人生，真的，只要你愿意仰望神，你只要愿意说主啊，你当我的主人，主我愿意当仆人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主啊，从你来的这个想法是意象，不是梦想而已。梦想或许只对你自己有益处，意象是神会告诉你怎样是容神益人，对人有帮助。所以梦想跟意象不同在这里，因为意象会让你知道身边的人的需要。刚刚经文讲，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而已，我们还会顾别人的事情。那么再加上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。所以我们是主，你是我的主，那我们就是仆人。那我们是侍奉上帝，上帝是我的主，所以我第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问问神，你要我做什么，那才是主人嘛，对吗？我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主人是主啊，你要我什么做什么，我愿意去做。所以意象呢，就是从神来的。这意象不只是让我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更去明白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需要。
这个 Ben Carson 就是这样，他看到我们有知道2个月前在美国有一个暴动，那个暴动是在美国的那个什么区啊，摩地什么摩地对，谁说的啊？有在那个巴尔的摩是他服侍当医生35年的地方，于是他在跟美国这个总统，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啊？奥巴马，对，奥巴马的时候呢，这个他提出谏言，所以有人说这个他是现在美国的柯文哲啊，因为他是素人，他有敢讲，因为他看到身边人的情况，他觉得他有责任，他让别人得着这个祝福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梦想可能只因为你自己，而意向是除了完成我自己梦想，我更是说，神啊，你要我怎么样祝福身边的人？怎么样人可以因为你而得福呢？所以传道要说，不满足感，或许你会觉得，我有一个不满足，但是我要说加上神圣的不满足，而这神圣的不满足就要说，是不是神的标准？我知道今天有人有神圣的愤怒，他觉得是神圣的愤怒，因为今天美国有同性的议题，婚姻的这个议题通过。你或许觉得愤怒很多事情，但是传道要邀请你去想，这个愤怒是神的标准下吗？还是你自己的标准？我们好不好到神的面前去求神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神你让我还活着，在这一生跟一死当中，你要我完成的这个完成的任务，只有我能够完成，是主你为我量身定做。当然，也只有我能够领受的祝福跟恩赐，我们就好好的去全力以赴。所以传道要说，好不好？有3个不，对很多事情我们不保留，我们全力以赴，我们不退缩，重视很多的困难，我们不后悔，因为我们人生要因为这样子，如果是神带领你。不保留，全力以赴，不退缩，不管困难，到最后你绝对不会后悔。那么，我这一生一世，到神的面前，神交账的时候，你交账的时候，神要说你是忠心的仆人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们的想法限制住我们，不要让我们的自以为就是自义、自私自利。自义是伤害别人更大的，自私你可能有限，但是自义呢？自以为我才是对的。我想神不要我们这样，要我们更多的寻求神。神有无穷的供应跟恩典要赐给我们，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领受？上个礼拜传道有讲，这礼拜我仍然要强调，在我们祷告中，不只是求。神要听见你的心声，没有错，但是神更要的是，孩子，你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是合神心意。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不改变，你的心思意念不更新到神的标准，那么你必与神相争。亲爱的大家，你跟神相争，谁会赢？你不要自讨苦吃，好吗？好吗？我们透过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变更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对焦于神。神有无穷的恩典，神要无穷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往前，让我们知道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兴奋。今天我又活着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？哇，好兴奋！虽然困难重重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，传道有。这3年来，我都每天来到我办公室，我都觉得好喜乐，有一股劲。虽然困难重重，你们看过我流眼泪，我的流的眼泪就是有人离开。
我不是说都不要离开，而是那个离开是他觉得没有盼望，他觉得绊倒，他觉得对神失望，这种我会很难过。但是我仍然起劲，我仍然觉得主啊，是的，我还有希望，因为主你已经赢过，虽然我现在不明白，但是我有盼望，这个就是喜乐，这就是喜乐。我真正的相信，我真正确信，主你掌权。我真正的确信，现在我要做什么？我真正的确信，我对过去没有后悔。我真正的确信，我未来有人要带领我。这个就是幸福，这个就是真知道，这个就是喜乐。对过去没有后悔，现在我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此时此刻，今天，对未来我有盼望。传道要说，这就是喜乐，这就是幸福。你们愿意有幸福吗？想要有幸福、喜乐吗？我知道你们不好意思讲，但神听见，我们起立来领受。